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螢火書蟲啊，歡迎嚟到呢個 channel 嘅第二集。呢個 channel 咧主要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睇過嘅好書啦，簡介一下裏面嘅內容，同埋我一啲讀後感嘅。好，馬上開始，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嘅第二集分享。喺開始嘅時候咧，都補充翻少少呢本書嘅資料啦。咁呢本書咧，作者就係 Kamau Rafiquant， 英文原著咧就係 Love Yourself Like Your Life Depends on It， 中文繁體翻譯版嘅出版社咧就係台灣嘅彩實文化。喺上一集嘅時候咧，我就講咗呢本書嘅第一章。咁第一章主要嘅內容咧就係講下點樣愛自己啊，點解愛自己咁重要啊，愛自己嘅原心點樣成為人生變好嘅開端。咁如果大家係未聽第一集嘅咧，我就強烈建議大家碌翻去聽下。而第二章咧，作者主要係想講點樣去日日鍛煉一個愛自己嘅習慣啦，亦都稱為愛自己的實用說明書。我哋馬上開始。作者話佢寫第一章嘅時候咧，當時嘅動機係非常之明顯嘅。佢就係想無論讀者一開始讀呢本書嘅時候抱有任何嘅諗法啦、意見啦，讀完第一章之後咧，都會心悅誠服，願意去試下愛自己。作者認為，當我哋體驗到愛自己帶嚟嘅奇蹟之後咧，內心咧就會起變化啦，而隨之而嚟都會見到人生嘅一啲改變嘅。咁好啦，問題嚟啦。首先，愛自己點樣先可以輕鬆應用喺人生上面呢？而且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持之以恆呢？咁當然要打好根基做起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挖掘根基，原諒自己，寫下誓言。我諗大家都應該聽過啦。其實喺我哋嘅人生裏面咧，係好多制約嘅。所謂嘅制約咧，係一啲 program 啦、限制性信念啦。咁點嚟嘅咧？就係嚟自我哋一啲經驗啦，以前人哋俾過我哋嘅一啲教育啦、想法啦。喺潛意識裏面咧，其實我哋都接收咗好多唔同嘅信息，而且入晒腦噶啦。咁其中一啲咧，最影響我哋嘅咧，可以話係一啲未原諒自己嘅部分啦。咁所以我哋首先要做嘅嘢咧，就係原諒對我哋生命中最大影響嘅一個人，就係自己啦。當然啦，我哋都需要原諒我哋嘅父母嘅。咁但係咧，呢啲我哋就遲啲先講啦。首先，點樣原諒自己呢？作者建議我哋第一步去揾一個舒服嘅地方，唔好俾人打擾到。總之干擾越少越好，越安靜越好啦。最好係啲大自然嘅環境。而第二步咧，就係將怪罪自己嘅念頭一一寫低落嚟。呢個療癒嘅過程係十分莊嚴嘅時刻，無論生起任何情緒，都要徹底感受同埋容讓佢流過。到第三步咧，就係任由情緒流逝之後咧，記得你只係一個凡人，犯錯咧就係正常嘅。第四步就係寫低原諒自己4個大字，或者係大聲講出嚟，反覆喺心裏面默念原諒自己，原諒自己，原諒自己。喺呢個過程裏面觀察下自己嘅內心變化，一路去默念住原諒自己，原諒自己，重複到自己都 feel 到內心有變化，然後就同自己講 You deserve it， 你係值得被原諒嘅。搞完上面一大攤餐嘢之後呢，咁你就可以將你寫完嘅呢張紙咧撕咗佢，掉落垃圾桶或者燒咗佢。當我哋完成咗原諒自己呢個步驟之後呢，就有一樣好緊要嘅嘢要做啦，就係同自己立下誓言。呢個儀式感呢，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噶。要知道你從一個舊嘅思考模式跳去一個愛自己嘅新思考模式呢，其實係好大工程噶。所以呢，我哋係要嚟一個誓師大會，準備迎接人生嘅變化。好，咁作者建議嘅方法呢，又係攞紙同筆出嚟啦，又係揾一個安靜不被打擾嘅地方啦。又提一提啦，其實寫落嚟呢係好大嘅力量。你寫啲嘢落嚟呢，同你自己心裏面呢默念呢係兩樣嘢嚟噶。我睇過好多身心靈嘅書籍呢，都會建議我哋將一啲諗法呢寫落嚟嘅。當我哋有啲大嘅事情要做啦，或者係面對一啲情緒啦，或者係需要迎嚟一啲重要嘅轉化嘅時候呢，都係會建議我哋寫落嚟嘅。跟步驟一又係拎起紙筆去一個安靜不被打擾嘅地方。第二個步驟就係問自己，如果我愛自己愛得真摯而深刻，我會做啲乜嘢？呢個係一個強而有力嘅問題嚟嘅。舉個例子啦，我自己會寫咩呢？我就會寫停止情緒內耗，唔再做爛好人，要學懂說不。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對自己嘅誓言嚟嘅。咁當時呢，其實我係試咗做一樣嘢嘅，就係我寫咗一個簡單嘅一個短文啦。例如就係我願意去接受所有發生過嘅事，我願意俾過去成為過去，願意迎接每一日新嘅一日，願意每一日愛自己，類似係一啲咁嘅字眼啦。跟住我就貼喺個雪櫃嗰度，日日咧就會讀一次嘅。每朝早咧就係斟杯水啦，跟住咧對住杯水咧就講一次，跟住飲咗嗰杯水。咁呢啲好似邪教咁啊吓，大家聽落。但係咧其實喺心理學上啦，或者係轉化潛意識裏面咧，其實都係有啲作用嘅。有一個法寶咧係作者提供俾我哋可以袋喺個袋嘅，你隨時都可以拎出嚟用嘅。就係當你覺得唔係好舒服啊，或情緒唔係好妥啊，甚至乎覺得無聊
聊嘅時候呢，你就可以停低你手上嘅嘢，跟住專注喺10個深呼吸裏面。每一次呼吸嘅時候呢，都同自己講：吸入我愛我自己，呼氣吸氣我愛我自己，跟住呼氣。咁樣呢，重複做10次呢，其實呢係可以做一個好簡短、好快捷嘅一個轉化嘅。另外呢一 part 呢，呢一個章節呢就好啱我使嘅。作者提到要練習成為拯救自己的人。咁話說呢，我本人呢之前都有一個問題嘅，就係聖母情意結，同埋好容易跌入咗一個拯救者嘅模式啊。簡單嚟講呢，就係多管閒事啦。如果大家學過急救啊、First Aid 啊，又或者只要你係搭過飛機呢，你都明白一個道理：要救人呢，先要顧好自己，先要拯救自己。個氧氣罩呢，一定俾自己聞咗先，跟住先去塞俾隔籬嗰個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哋都係要學識咗照顧自己先啦，唔好去太多管閒事別人嘅問題啦。作者喺度提議咗4個方法，令我哋鍛煉起愛自己嘅心智模式嘅。第一個叫做心智循環法，第二個係靜觀法，第三個係照鏡法，第4個係提問法。簡單嚟講呢，心智循環法呢就係不停重複我愛我自己，我愛我自己，令到呢個愛自己嘅信息同諗法，其實等於一個 confirmation 啊、肯定句啊咁樣去代替一啲負面信息啦，而不停去重複一啲愛自己嘅信息呢，都可以建立新嘅心智循環嘅。第二個方法靜觀法，簡單嚟講就係學習練習咗個冥想。喺個靜觀嘅過程裏面呢，大家呢可以播一首好好聽嘅歌啦，或者聽住大自然嘅聲音啦，跟住專注喺自己深呼吸。頭先都提過啦，隨住自己嘅一呼一吸，重複我愛我自己，而且係觀照自己內在嘅一啲變化啊，個肚會唔會邊度好暖啊、好熱啊，有冇身體嘅疼痛啊，有冇一啲念頭嘅生起啊，咁呢啲就係一般 meditation 裏面我哋都會做嘅嘢啦。單嚟講就係將我愛我自己呢一個想法注入一個靜心冥想裏面。好多身心靈界嘅 YouTuber 咧都做過類似嘅靜心導引嘅，咁我就精選咗2個放喺我哋 info box， 歡迎大家 click 入去試下做呢個靜心冥想。好，到咗照鏡法啦，咁作者認為呢個係好困難，但係必須要練習嘅。咁對我嚟講呢，其實難度就唔算好高嘅，可能因為我係女仔啦，咁亦都好習慣照鏡同望住自己啦，咁所以難度其實就唔係好高嘅。咁個方法呢，就係望住鏡啦，望住自己嘅雙眼啦，不停將愛嘅能量輸送俾自己，亦都多啲欣賞鏡裏面嘅自己。其實唔需要我哋要好靚啊，五官要好標緻先可以欣賞自己，因為欣賞自己有好多方法嘅。咁你可以欣賞自己嘅良善啊，欣賞自己願意踏出第一步，有愛自己呢個願心，呢一個勇氣同埋呢一個行動呢，其實都好值得你欣賞你自己噶啦。最後就係提問法啦，不斷咁問自己，如果我愛自己愛得深切而真誠，我會點樣做呢？其實呢個提問法可以應用喺任何情況。每當你有一個兩難嘅 situation 啦，有一啲問題唔知點樣解決啦，唔知點做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問自己呢個問題，問下自己，如果以愛為出發點，我會點樣做呢？如果我以愛自己為大前提，而係真心嘅愛啊吓，唔係縱容啊，唔係縱欲啊嗰種嘅愛嘅話，我會點樣做呢？為自己長遠嘅利益，我會點樣做呢？舉個例子啦，就係我親身嘅經歷，而係最近發生嘅事嚟嘅。例如最近有人揾我去做一個 project 啦，而個 project 嘅發起人呢，佢三觀同我唔合嘅。我覺得佢做呢件事嘅理念啦，或者係人生觀啊、價值觀啊、道德觀呢，同我都好有分歧。咁我覺得合作落去做落去呢，其實我自己會唔開心嘅。所以即使係有錢賺嘅嘢呢，我都推咗啦。因為我覺得自己嘅快樂比較重要啦，我必須要做一樣嘢係我覺得有意義或者係對呢個世界有價值，咁我先至過到自己個關嘅。咁所以呢，我亦都去忍痛呢，去減少咗一啲工作啦，寧願呢將啲時間留喺發展我一個依家自己想做嘅嘢啦。咁就係做呢個 channel 啦。咁以上就係作者提議嘅4大方法，令我哋鍛煉起愛自己嘅習慣啦。喺第2章嘅最後呢，佢都重新提到愛自己就好似一個降落傘，係你嘅保命符。當你陷入情緒低谷啦，一啲挫折嘅時候，鍛煉起愛自己呢個能力呢，係一個自救嘅方法嚟嘅。點解作者形容愛自己係一個降落傘呢？第一，降落傘可以令你遠離腦海裏面嗰啲帶嚟無力感嘅說法；第二，仲可以帶你走出自我，享受純粹活着嘅感受；第三，佢會提醒你係有被愛嘅價值嘅。另外，作者都提議我哋多啲同自己嘅造物主連結啦。咁或者我用一個再具體啲嘅方法去講啦，就係多啲接觸大自然。我記得上年嘅夏天有一日，我就帶咗我隻狗去沙灘游水。咁嗰日咧，天氣非常之好，我望住山啊水啊，攬住隻狗喺個海裏面游緊水嘅時候咧，我突然之
之間咧覺得好感動，覺得哇呢個世界太美好啦。其實成日喺啲咁嘅環境、咁嘅氛圍裏面呢，我想抑鬱都好難。另外作者亦都提到恐懼其實係轉變嘅力量。老土啲講句，有危就有機啦。佢話每一次當你俾一啲恐懼嚇到嘅時候呢，其實你可以同自己講，奇蹟就存在喺呢度啦。因為嗰樣嘢嚇到你嘅話呢，即係其實就有課題喺裏面，有你需要穿越、需要學習嘅地方。正所謂殺不死你的會令你更強大啊嘛。當你面對咗唔同嘅恐懼啦，一次又一次咁穿越你嘅幻想之蛇，知道佢係透明嘅，係唔存在嘅，你就自然會變得更強大啦。而且呢種轉化呢，仲會越嚟越快。喺第2章嘅最後呢，作者希望我哋令自己閃耀發光。佢提醒我哋，因為你嘅存在，所以你必須發光。作者寫到，為了自己去發光，為了這段體驗去發光，為了你愛的人去發光。當你夠愛自己嘅時候，你自然會發光。希望大家都拍一拍自己身上嘅灰塵，更真摯咁愛自己。你好努力咁樣愛自己嘅時候呢，人生都會回報你嘅。好，以上就係第2章嘅所有內容啦。我喺上一集呢都提過噶啦。第3章呢，其實就係講作者嘅心路歷程，佢嘅人生故事，可以話係作者嘅實戰部分啊。因為佢就係將自己嘅心路歷程講出嚟啦，跟住話俾你聽佢面對嗰個情況嘅時候，佢係點樣去轉化自己嘅信念啦，有啲乜嘢內在聲音、內在對話，去帶自己走出呢個人生低谷嘅。第3章主要係提到佢喺面對同另一半分手嗰個矛盾啦、個傷心裏面，佢點樣去處理、點樣去轉化自己嘅。大家當睇故事咁睇咧，都非常之有趣味同埋會有感覺嘅。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睇下呢本書啦。好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啊！作為一個新嘅 channel 咧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。嚟緊我會分享更多好書俾大家嘅，希望大家繼續收聽。拜拜。